若死，心土皆归去我着吼。这像若大间哦，这只手三条歌要交袂甲客听。哦，这啊，哈哈，这无用哦。哎呀，算笑啊！吼，我这你也要算笑哦。啊，都逼着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唉，讲才咧讲哦，咱也毋捌看过过啦。想着当时哦，我做千金小姐的时阵，啊，逐工哦，咱嘛困到哦3:30半昼日头晒尻川。啊，若永远无代志的时阵哦，就去花园哦掠田鱼啦，无就拍鸭。啊，若搁较无聊的吼，就创伫我这个小弟欺负你。哎呦，毋知讲哦，花家哦遐尼忝。姐啊，即摆甲以前无共款安尼。以前你还袂出价，听我欺负我，听我创治我。即摆袂用哩啊！即摆隔样听我创治恁人阮姐夫啊。讲到恁迄种公姐夫哦，我嘛咧奇怪。安尼哦，逐工踮咧身躯边的时，我不时拢嘛安尼嫌伊讲。啊，到上京户口哦，就到一工尔。安尼哦，我毋知安怎，感觉我心肝内哦，安尼酸酸，哪会想伊呢？哎呦啊，姐啊，搭姐夫啊上京户口一工尔，啊是讲迄好代志，你着安尼想甲安尼。哎，姐啊，即摆无共款安尼，吼一个身家，啊两个讲安尼相亲相爱，哎呦，敢若鸳鸯水啊，土饭菜啊，我真欣羡了。安尼？啊？你意思是，你欣羡阮了？啊，你有影想要查我就对啊，想要哦像阿姊甲姐夫安尼双双对对因。想讲你奇怪呢，若讲阿爹真个足害呢。是安尼在生的时阵哦，敢若记着我哦，甲恁二姊啊，这个亲事，啊，你这个宝贝仔囝拢无甲你烦恼。有啦，人伊嘛有讲外口要甲我带一个某互我，啊，毋过吼，我甲拒绝啦。是安怎？顶都讲啥物爱门当户对哦，我都袂下。门当户对，其实阿爹安尼想嘛是对啦。咱这个查甫查某吼，若门当户对，啊，这个生活环境呢较接近，啊，思想甲教养呢嘛较接近，安尼是有较好斗阵啦。啊，像阿姐啊，我问你，假使讲哦，男女双方吼，啊门当无相对，啊，佫数个身份差伤济，安尼敢会当做伙？当然会当做伙啊！讲起这个翁仔某是安尼啦，若真正有意爱吼，你根本吼袂管对方是啥物对象，啊两个会当互相甲老，安尼恩恩爱爱，同甘共苦，一世人安尼哦嘛是真快乐啊！哦，阿姐啊，若听你安尼讲，假使若即个情形，你会当接受哦？三拜小弟，啊你毋咧讲阿姊，阿姊叫恁姐夫就是即个情形啊，佮相亲的，佮凊彩相相啊尔。哎呀，讲到恁姐夫哦，较早祖先哦是袂歹，有哪有一块啊？啊尾啊，就拢安尼败了了去啊！啊要娶阿姊的时阵哦，敢若剩一尊迄个土地公神明，啊我嘛是介意啊！啊恁姐夫哦，甲阿姊斗阵咧安怎？啊你嘛看会着啊？阿姐啊，那安尼你的想法咯，甲我会合呢。那阿爹定咧讲啥物门当户对，遐搭迄落迄查某囡仔哦，袂了解我对无？那听这你安尼讲吼，我要娶某就有希望啊了。安尼啊？啊你的意思是，你跟对象啊？歹势啦，其实啊，阿姐啊，我迄个对象吼，你嘛熟悉了。我也熟悉。啥？紧讲。都请问啊无？哈？请问啊？阿姐啊，你哪有意见了？啥物你我有意见？哎呦，我欢喜都袂有啊！请问啊，这个查某囡仔好啦，你有俩啦，啊自细汉哦，伫咱家大汉的对无？啊，你这个镜头哦，伊来教你的上事是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啦。这个好哦，啊这个意思你赞成哦？赞成啦，也赞成啦。哦，请问哦，进来，好消息，紧出来。哦。我来呀，所以啊，什么代志？请问啊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这免惊歹势啦，咱的代志哦，人我拢甲阿姐讲了，阿姐嘛赞成了，咱完婚了。哎，莫安尼牵条条啦。请问，免歹势啦。啊，你到阮兜哦，住遐久啊，我嘛其实当作哦是家己的人。啊，你哦介意阮小弟，安尼我就上放心的啊。伊这镜头啦吼，啊伊安怎吼，自细汉哦，就是你甲照顾甲大汉的。你即摆做伊的某吼，我啊这个阿姊听去写这里嘛，我还搁甲伊细写咧。大小姐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！你答应互我踮咧少爷身躯边，一直甲伊照顾，当甲少爷做伙，我就感觉足满足的呀。啊，那呢，我这个破病机，啊无，那毋是，那呢吼，我小弟哦，就麻烦你甲照顾一世人啦吼。哎呦，啊拄则迄句毋对呢，啊你即摆已经答应哦，要做我弟夫啊，你嘛应该吼对阮安尼叫我吼阿姊呀。
叫阿姊才对啊。阿姊，哎，这好这好。哎，你们哦，哇，人讲啊，英哦，专当在休困。啥？伊若要困遮？喏，啊，哎哟，金针花啊，你慢慢咧欠我呢？迄自我头一遍甲你熟悉哦，我就知影你欠底。啊，准无讲吼，啊，咱咧遐尼辛苦咧赶路，无你嘛找一下客栈通我困。啊，困到这个所在，你看，含厝顶都无，这是要哪困啊？不，内面遐有厝顶，迄袂要紧啦。我甲你讲，迄客栈逐间哦，外口拢菜门神啊，要来无内面哦，就是菩萨土地公甲观世音菩萨，迄袂用大个啦。你即摆在讲啥？我听拢无。啊，你是道士呢？对啊。啊，佫再讲啦，我嘛捌听讲吼，人会去行什么咧菩萨神明。我来教教你办哦，喙手好把握啦。好，阿妈啦，明仔载赶咯，你今日休困啦。咱先讲的啊，今仔先踮遮久者不要紧。你明仔载找客栈，你知哦？好啦。啊，你找到这个说，来困啦。无咧创啥？我看你规路吼，若要过桥，你就甲这句护士讲过桥哦。啊，要坐船，你嘛甲这句护士讲坐船哦。啊，你像拄则你要入来，你嘛讲甲这句护士讲入门哦。啊，我即摆要来困啊，来困哦。好，拜大家食食，紧困来，行好。哎，少年嘞，好彩啊，少年嘞，好彩啊！你先生，我那真重呢哈，我真重呢。真重，逐摆人要出来拢安尼雨伞夹加，啊，我都爱用国裤的，裤甲偌郁准，你知无？嗨，啊，你若来住即个所在啦？但你是知影啥物？迄客栈哦，逐间拢有门神啊，啊无就护萨土地公、护萨观世音菩萨，你敢袂当你来信啊？不要紧啊，你毋免为我设想，你事项拢为即个两公的设想就好。做你大间的下迄客栈，做你甲做起来无要紧，互伊住上顶的。啊，若是拄到迄大间的庙寺吼，你入去上顶的神房甲钉落去，添香香添较济来都无要紧啊。你讲的哈？我讲的。好，明仔载开始哦，我咧找上大间的，土地公上大尊的，观世音菩萨上大尊的，哈！啊，你袂当你来点哈？啊，即摆天气哦，佫无三点，互你这鬼魂哦，在外口呢海来海去，啊，那个无人烟的鱼呢，互伊当海光手。我海公手嘛无要紧啊，只要若是两公的伊的心愿会当达成吼，我准讲伫外口遥看过，我嘛袂要紧。少年，是讲我做道士做遮久啊，毋捌看迄吼迄鬼吼遮有慈悲心的，真正使人尊重，赞。空气在人激的啦，你基准遮悬。你讲煞袂？啊，你若讲煞，你好出去啊？我有忝啊，我要来困啊。我好出去，内底也无财神明啊，我好出去，我嘛要来困啊。你当作我袂爱困啊？真忝嘞。我困啊。袂，你从啥啦？你困啊，困啊你！安尼较有较白啊。夫人，安尼就行。大小姐甲少爷要来看你啊。哎呦喂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！你这啦，夫人，我阵大小姐甲少爷要来看你。啊你想要紧无？我人先怎啦？你讲阿姊，一个人好好徛喺遮对无？我无。谢你啦。佮讲互人无安怎啦？敢你行路都行袂知啦？啊是哦，有请大夫来甲看无啦？无呢。哎呦，比甲遐严重，啊无去请大夫就是安怎？紧来，去请大夫来。是，我即摆就来去。好，紧。哎呦喂，大姐啊，我看哦，啊而且规工遐倒遐嘛毋是办法，规期哦，咱甲带当出去好好甲照顾。啊这嘛应该啊。阿姊啊，嘿，小弟，啊若敢若恁来，啊我若无看到亲文。哦，请问了，请问到顾厝啦。来，卡住，快点！
我跟你讲，就是靠果子，甲吞啊甜个，走，拢甲吞。弄啊吞，弄啊吞，下一个紧啊！